天府宫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你要来我藏书阁借书卡，我可开方便之门，但要取走我天府宫的药草宝物，得要付出代价。你，我有灵语。你的灵语？青鸟族的飞行灵语，艳丽华美，堪比龙鳞，还不易再生，倒是挺稀罕的。只不过，我听说拔灵语得忍受锥心剧痛，可比抽筋之刑。你这小身板，我看是算了。星君大人，你的伤，青鸟族珍贵的灵语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没想到你为了他竟这么能忍，还真罢。这是由勾芒神亲制、夜如珍珠的3株夜茶，可让万物复苏，对经脉之伤具有奇效，记得让他经常饮用。